美好做我。我們知道他們就是風，他們也知道我們就是風。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就是風，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就是風。反正最後邊個係真正嘅説謊者，就睇呢一套啦。跟住話唔係俾他人知啊嘛！你估你今次輸俾我，下次會唔會照樣又輸俾我咧？你想唔想成副身家俾我啊？點解你知我換咗牌嘅？我點都唔知你諗咩啫！就算你鬥好，我都可以第一時間知道你係邊個錯嘅㗎。有冇對係咪嬲咗我？唔嬲我啦！我哋一齊去大寶賭場啦！大寶賭場係全亞洲最頂尖嘅賭場嚟嘅。係啦，咁樣講啊，小心輸下成副身家啊！10歲開始已經玩咗所有賭場，自命中外從來未輸過法國賭神 Chris Wall。係咪即係未成年賭博？是但啦，反正佢而家成年咪得咯。要今日跟住賭場㗎，呢係 not good 咯。It's okay，今日就 let me 同 you 賭啦。你同佢講，咁我做咩？給我擦屁股。我要驗牌。還沒有問題。估得你識咩？我都得啊！沙爾科跟你進入小飛三組易如反掌啦。點解我變咗個牌嘅？激死我啊！唔通我今日真係要輸？相信我，唔驚做你一味輸一粒氣。 My mom is kind of honest. No, I'm going to lose. Please, I need this. 邊個贏？邊個輸？我完全冇諗過。自己創新嘅人成就我竟然輸了。兩個廢柴，我自己打啦，我自己打佢。最後 Chris Wong 提你，遠離賭博，由你開始。